反對派示威者湧上泰國首都街頭，呢個係佢哋第3日，亦都係最後一日，以呢一種大規模行動方式嚟到擾亂定於喺嚟緊星期日舉行嘅提前選舉。抗議領袖同埋前議會成員素貼星期六呼籲和平封鎖道路以破壞選舉，不過亦都承諾唔會阻止大眾去投票。素貼話呢個對民眾嚟講並非好難做出嘅決定，因為佢哋知道他信同埋英祿希望舉行大選，並想用大選嚟到洗清自己，咁樣佢哋就會睇上去好似係無辜噶。但係各地嘅民眾都知道他信嘅議程對泰國嚟講係好危險。泰國總理英祿卻堅持認為選舉係結束長達1個多月嘅政治僵局嘅唯一合法途徑。英祿話：我希望你哋合作，務必讓選民進入並行使佢哋嘅投票權，因為呢個係每個人嘅權利。我唔希望發生任何阻礙選舉嘅事情。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藉住選舉呢一個舞台嚟到表達佢哋嘅意見。泰國嘅選舉委員會呼籲推遲投票，因為佢哋擔心會發生暴力。泰國從去年11月份發生嘅暴力事件已經導致至少有10個人喪生。泰國軍隊加強喺首都曼谷嘅戒備，防止喺選舉中發生新嘅動盪。